龙泽营工地有一块铁板喷去到乌多摆停车区，尚无影响3台乌多摆，市政府依法开发，也要求停工。为关新北嘅西 F-16V 战机煞失联去，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有发现乌阿爸一寡信号，会进一步去量地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2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来关心的，就是这高雄呢，去年是小耍发生几啊件龙洞狗攻击事件。这市政府是来启动掠狗专案，4个月来已经掠超过1000只。不过呢，煞颠倒造成这收容所的压力，所以动保处甲民间团体做伙来合作，甲一寡狗仔送人饲。也那议员呢是建议讲，应该爱护龙洞狗有多元的运用管道。看到人一排狗仔一直哄哄叫，高雄寿山动物收容所规定的收容量是250只，这阵差不多有9成满。动保处讲，因为去年7月到10月，高雄永安甲旗山北头山发生龙洞犬攻击受水的坐过人甲山顶的玫瑰鹿，造成伤亡。市府启动专案，加强掠龙洞犬，短4个月就掠1050只，地属高雄2大公家收容所拢逼量。透过专案经费，我们也跟我们的一些民间团体、厂商这边一起配合。把我们这些短时间大量进入的犬只来分散到一些民间团体的场域里面。你突然就是增加200-300只，所以我们不管在收容的空间都要去扩大，跟人手我们都要增加很多的人手，跟饲料的费用什么，这个都是要成正比的去增加。高雄燕巢甲寿山2大收容所的量进步是900只，只要9成满，动保处就会随甲民间团体合作，进行暂时的收容，也是协助送养。不过1个月向用100-300只，动保团体嘛讲，真正是第一摆拄到。有议员建议，除了掠甲送养以外，卖当互龙洞犬有多元的运用管道。动保处也应该同步加强工作犬的培训，上工一条龙的机制，透过搜救犬、陪伴犬、驱猴犬等多元管道，让这些犬只对市政有帮助，让收容的量能不再紧绷。动保处表示，去年甲中央申请的专案有大约2000万的经费，除了增加卡手掠龙洞犬以外，主要佫会用伫加强饲主责任的教育。因相信，只有源头的观念正确，才会当有效来减少流浪动物的问题。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雄场报道。再来看这外来种青豆丁呢，是拖了真紧，甚至是亲门大户走去人兜。根据这台南市农业局的统计，去年呢是拢总掠到26000多只，这个数字是平前一档还阁较加1倍。其中，伫台南市的南区甲仁德区呢，这数量是占上界多。目前已经有找厂商，逐工拢去甲巡，这数量已经有豆受到控制。今日台南南区这间徛家，民众带记者入去因兜走卡，哪讲哪记这个窗仔门，当时就是有一只青皮豆丁，青门大户直接摸咧邻家窗仔，互因大家带一条，到窗烧起来也是心惊惊，而且这不是个案，李中公家大中里里面甲反映真侪届啊。惊到啦，有啦，有惊到，嘿啊。啊，就感觉唔捌看到，啊，就叫阮后生打电话去甲李中公安尼。袂细只哦，2-3尺的哦。头到尾哦，3尺外有，因为伊的身躯一地吼，啊，伊阁会一大尾啊。外来种青皮豆丁因为无天敌，加上真高生团，地属数量较歹控制。根据统计，去年全市已经掠26000多只青皮豆丁，平1年加1倍。其中南区甲仁德区数量占上多，但是坐到公园甲蒙阿保顺，虽然无看到，不过李长讲这枪在拢会密伫咧树仔顶，加上湿水真强，嘛较歹互人发现。因讲后续会继续加强巡查。去年到现在大概里面有通报了3-4次，有时候我们过去的时候，绿鬣蜥跑掉了。那有时候我们过去有抓到，那抓到之后我们就通知农业局，然后来里长服务处把绿鬣蜥带走，后续让他们去做处理。今年的1月到现在的话，也移除了几百只哈。那后续的话，如果民众有发现绿鬣蜥的话，也可以通报我们。台南市农业局表示，市府已经请委外单位来斗掠真侪届。那以南山公墓4块位啊，一天上悬有捌掠过200-300只。为着要防止拖到别区，因讲即阵早暗拢有派人咧巡，公园绿地甲河边拢是因巡的重要目标，卖继续追查因分布的所在，避免加做生态较安全的温柔。
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另外来看一件真坎坷的代志，这是花莲道路过这牌楼呢，菜伫遐已经有60冬的时间啊。最近是当咧整修，结果呢拜六的时阵，煞有一台这台电包厢的车呢，无注意这关渡转去弄到这牌楼，关键是还未修理好势，即马又搁害去啊。台管处是表示讲会搁要求赔偿。火车位牌楼另外一边要穿过牌楼，不过今天把小将牌楼弄害去。花莲铁路部东西花管公路的牌楼，因为地动甲风台摧残，加上车祸弄掉，咧进行修复工程，想要到7月中道，搁互时间的台电承包商的班车弄害去。在怪手的，怪手不是那个脚这样吗？太高了。这边就有那个限制高度啊！怎么没有注意限制高度？对，应该是那。原本3月要修好的泰鲁国牌楼，伫咧中华公路往泰鲁国结果，也阁有苏花公路过入不溪经过所在。民国79年起的94年登记做历史建筑，即马互班车弄害去，泰管处爱评估修复时间甲费用，向工程单位求偿。泰管处将请设计监造单位。评估受损范围所需修复金额后，再向肇事者求偿。泰鲁国是有自年花莲大地震重创了后，部分亲像游客中心、天上西平景点已经修好，不过中春寺、旧曲洞等景点受灾严重，要咧重建，后续会用分阶段来开放。若无考虑地震风台顶几处灾害，泰管处初估会伫民国120年完成全区复原。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伫咧去这玉山尖峰步道的这个时阵呢，发现这岩石顶头竟然互人家喷漆。这纳色的点呢是伫步道安尼喷规路的。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接到通报了后，已经派人上山去处理。玉山主峰线前峰附近，有民众喷漆造成景观上的一个不好的状况。那我们呼吁游客，在登山的时候，一定要先下载离线地图，了解相关的地理环境跟步道状况，不要去破坏自然的一个景观。这玉山尖峰的这步道岩石呢，是互人爱喷漆喷规路的。有管处是表示讲呢，顶礼拜接到通报了后，就随派人去甲处理。目前已经甲互人喷漆的所在拢甲处理好势，也提醒民众安尼乌白喷漆呢，已经违反着国家公园法，上济呢是有通罚到3000块。若准上介严重，安尼有可能是牵涉到刑法的毁损罪。继续来关心天气，今仔日透早呢，这各地拢要是真寒。本岛的平地上低温呢是出现伫个新竹的关西，干那7度4尔。今仔日日时会小可回温，也毋过呢，气象署是表示讲，拜二开始又搁有新一波冷空气要到位啊。这波冷气团呢，这温度会互咱台湾又搁反寒，就要等到拜4甲拜5，这各地天气才会转好。拜一各地温度拢会小可回温，不过气象署表示，因为云较济的关系，中部以北会有雨，也提醒拜二有新的冷气团报道，天气会转大变冷，全台湾平均低温伫12至14度，有的所在有可能也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就会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全台各地附近的低温基本上都有明显的降低。北部、中部都有可能会来到12度左右低温，南部有可能会来到13度，花东也有可能会有14度。气象署表示，拜二影响台湾的冷气团，拜4、拜5就会减弱，温度也会搁再回升。到时中南部地区日时的高温有机会到26至28度，但是要注意早暗的温差大。也若拜6礼拜，因为水汽增加，北部、东半部会落雨。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以及整个东半部地区，相较于前几天比较稳定的天气，整个降雨的情形会变得比较明显，所以在这些区域的民众可能会感受上是比较湿凉的天气。那如果是比较晴朗这边，就是竹苗以南这些区域，相对来讲都还是比较晴朗的。气象署提醒，这礼拜天气虽然无特别低温，但是早暗的温差大，透早嘛是爱穿好少，避免寒着。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
新闻消息来关心的是，这连锁的餐厅和厨场呢是宣布讲，因为这原物料也有真侪项成本拢已经起价，所以即马要来调整48项这个产品的计数。集团是强调讲，因为因长期呢拢是透过这吸收成本也有营运改善的这个方式来运用。不过即马为着要来顾到这餐点的品质，也有因的服务，所以经过评估了后，已经决定要来起价啊。近年因为原物料、人力还有就是环保成本的持续上涨，那公司的团队长期透过内部的吸收与营运的优化来因应。从1月12号开始，我们调整部分产品的价格。这连锁餐厅和厨场呢是宣布要来起价，这猪排便当也有鸡腿便当呢，拢有起5块。另外呢，摕到这米其林的推荐的阿城糕肉呢，即马嘛要来起价啊。这业者呢是伫咧面册公告讲，半只糕仔呢是为840块要调整到900块。2006年今年呢，这一开年就有真侪餐饮业者已经宣布要来起价，所以提醒大家都要注意这民生的消息。另外，要来关心的是，这学校呢营养午餐食免钱，大家是讨论甲食力。也毋过，时代力量是指出讲，目前各县市这营养午餐的普遍来讲，拢是定伫咧50-60块左右。若准互学生囡仔食免钱，安尼利润压了低，恐惊是无通好保障这食食的品质。也若基进党呢，伊嘛来指出讲，目前这学校卫生法已经无符合着少囝化的需求，所以要求政府着爱检视法规。各界针对学校营养午餐的议题，也阁继续讨论。真侪县市嘛拢对地宣布营养午餐免费，即阵像新北市、嘉义县、嘉义市和屏东县市的所在也是自费。像时代力量、基进党等等的小党12召开记者会，不满台北市长蒋万安这款带头赢钱的政策，因指出目前营养午餐的定价像台北80块，高雄云林才50块。时代力量这个俗价恐惊无通保证囡仔食到健康有品质。营养午餐的费用大约是50到60块左右，而这不是食材本身的费用而已，还包括营运、包括烹煮、包括营运的成本等等，人力的成本等等。所以我们可以想见的是，孩子们吃到的东西到底够不够营养，到底够不够安心？我想大家心里会打上非常大的问号。立党是指出，目前有实行营养午餐免费的县市，就已经有品质和菜单无够多元的问题，要求地方甲资源留予有机食材食农教育的补助。那基进党也指出，目前学校卫生法规定40班以上才通请营养师，不过今麦照镜发严重，这个数字不合现实，嘛要求教育部和地方政府重新来检讨法规。免费营养午餐的县市，看到了很多的警讯，像是他们的水果、优酪乳越来越少，加工食品越来越多。重油重咸的烹饪方式更常出现，菜色越来越单调，甚至菜里有异物的状况也越来越常发生。40班以上才有办法聘任一名营养师，但全台目前超过37班的国小只有1:7，40班这种数字其实早已不敷使用。难道我们要继续守着这样子的数字不变吗？时代力量嘛，搁再呼吁立法院赶紧通过学校共餐法，互定价机制通入法，互营养午餐的定价会当照物价寻求调整，避免团线厂商为着利润降低实在顶级。各党嘛呼吁健康第一，也着顾菜色，避免造成浪费。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讲到这是安尼，伫咧嘉义市有民众去食到饱的餐厅，伫咧食这 ice cream， 也就是冰淇淋的时阵呢，煞对这内底来抽出一条长长的塑胶片，这是引起食安的疑虑。业者是解释讲，有可能伫咧徛的时阵呢，这黏布是无细腻互落落。卫生局即马已经展开稽查，要来了解到底是这产品的源头，也是讲现场处理有出现问题。食到一半冰淇淋内底吹到一条长长的物件。嘉义市有民众伫食到饱的火锅店食这种在家己烤的冰淇淋，却发现一条塑胶片。现场人员回室内表示，可能是徛过的时阵，桶仔外口的黏布无细腻落入去。不敢吃啊，会害怕。是不是有担心有塑化剂或是什么东西吗？对啊，当然了。会觉得很不舒服，心里很不舒服。但是我会希望说，下一个客人不要再吃到。我会直接告诉厂商。我们初步的判断，可能是服务人员在整冰的时候掉入冰瓶里，因详细的情形还在确认中，所以我们把异物交给厂商带回去总公司化验。业者表示，除了回室的以外，嘛有来免除民众迄天食饭的费用。
不过民众也是认为，这种状况物件应该是会落伫冰淇淋的顶面，哪会是会伫一桶食要一半的冰淇淋内底？依据食安法第8条第1项规定，如有违反食品卫生良好规范准则相关规定，将请业者限期改善，如未改善，可依同法44条处6万元以上罚款。民众讲原本食饱了欢喜要食点心，煞伫最后因为安尼拍歹规个食饭的心情，家己市卫生局嘛派人去到现场稽查，要来了解食品也是现场处理的过程，有出现食品安全的过失。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国际消息的部分，咱要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这菲律宾中部呢有一搭粪扫的掩埋场，顶礼拜四竟然放弃，上无有4个人死亡，30多人失踪去。这家属对救援进度呢是真不满。Train, lalong mas daghan malaki itong nasibang walay training kaysa nila. Wa magali sila nakuha. 粪扫山内底待的就是因的亲人，也毋过呢，这粪扫山的高度煞有20层楼高。根据了解，迄当阵呢，这现场是有101个工人，毋过煞有要一半呢拢待伫个内底。目前知影的是有4个人死亡，这当中是包括一个工程师甲一个查某的办公人员。官方是出动这重型机区，目前是有12个人拢互救出来送病院，也那这个崩落的原因还阁需要调查。另外来看，这国营链的主权争议呢，即马要变做是北约内部的战略危机啊。因为美国总统 Trump 是出声讲要用这强硬手段来接管这块地，要来防止这中国甲罗西亚的势力。所以即马呢，这欧洲也赶紧来协调应对的方案。目前德国甲英国是强烈建议要来加强北极的军事部署，希望会当确保国营链的安全。北极的冰层渐渐扬起，吉林兰的战略重要性是愈来愈要紧。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吉林克维奇指出，罗西亚甲中国当咧加强伫北极的军事合作，因的军舰毋但伫罗西亚北海岸巡逻，也出现伫阿拉斯加甲加拿大附近的海域。Like I mentioned in my remarks, it's not for peaceful purposes. They're not studying the seals and the polar bears. They're out there doing bathymetric surveys and trying to figure out how they can counter NATO capabilities on and under the sea. So that's something that could grow very quickly, and we need to be mindful of it and ready for it. 面对川普搁再放调讲可能动用武力夺取吉林兰，但美总理表示，能够因为吉林兰引发的外交上的小打，当面对决定性的时刻。川普声称讲，若准美国唔接管吉林兰，会互中国甲罗西亚占领。英国当咧甲欧洲盟邦讨论伫吉林兰部署军事力量。德国的外交部长伫前往华府之前强调，应该伫北约的结构之下解决安全的问题。德国政府当咧建议北极守卫兵的计划，考虑派军事力量进驻，来向华府证明欧洲盟友有能力家己依护北大西洋的安全，无需要美国采取激烈的合并行动。If the American president is looking would threats come from Russian or Chinese vessels or submarines here in the region, we can of course find together answers to that. But please, in the NATO framework. 根据报道，英国计划派一个部队，也有军机、军舰，长期驻守吉林兰来保护关键的水下电缆设施，并且防止地缘政治真空。英国官员认为，透过实质的军事存在，会当有效反驳川普讲吉林兰安全无设防卫指控。也拿吉林兰当地政治界重新强调，岛屿的未来必须要由吉林兰人家己决定，拒绝变做大国权力相搭的新殖民地。公司新闻电为人编译。这俄乌战争拍到当时还未收煞，来看这乌克兰首都基辅这带呢是有部分居民是因为电厂互开单甲结着，所以已经超过50点钟拢无电通用。嘛，因为这低温还阁咧继续，所以有民众呢是必去到这官方所设的庇护中心，靠发电机来维持日常用电的需求。Не світла, не води, ні опалення, нічого немає. Все так виживаємо так. 自初九开始，罗西亚无人机甲飞弹攻击基辅电厂，处理已经长达55点钟。有一寡人必须去官方设立的紧急庇护中心不区起点，才会使用到电。Так, щоб топити щось гріти, так. За кордон особливо немає
Дочка сказала, что у нас бывает тут. 用充电的手机看气温，显示摄氏零下13度。政府表示，逐天大概有400人伫咧第4年用司机这个所在临时起的紧急小气布棚内底避难。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指控罗西亚条约国伫寒人发动攻击，超过一半的主体无小气通用，政府当咧处理，不过预计搁要6天。Що 42 години у нас світла опалення води. 基辅市长克里茨科伫咧电厂防攻击了后表示，基辅有大概6000栋的公寓大楼断水，无法度供应烧气，规个城市有一半的主体无电无水，状况是足困难。呼吁有离开能力条件的居民暂时离开。另外，离罗西亚边境足近，差不多40公里的乌克兰第2大城市哈克区，目前加强防御，市政人员沿路设反无人机的网仔，用来应对罗西亚的空袭。公司新闻黄云林编译。美国顶礼拜五收红，这台股今仔日嘛对咧来开红盘，上悬的是来到30681点，搁再创纪录啊！另外，这台积电早盘呢，今仔日是来到1705块，这是起25块。因那国安基金呢已经入场护盘到达有279天的时间，未来这基金到底要安怎做，也真做是市场关注的焦点。8亿台股像市场预估的。伫美国顶礼拜五4大指数拢起的鼓励之下，开悬走悬，早盘上悬要到30681点，起码400点。宽达股台积电开盘就徛起伫1700块，早盘上悬是1705块，起25块。其他包括日月光、环球晶、联电开盘拢照起，因为国安基金例会会伫咧12举行，敢会决定持续护盘咧？这次国安基金它进场主要的理由是因为关税。那关税议题到目前为止，其实还没有一个确定的数字出来，所以基本上，若是以这样子的议题来进行所谓的国安基金的护盘，其实它，今天的开会应该还是有可能有机会再继续留在场内。国安基金也就是国家金融安定基金，政府伫2000年成立，主要用途是安定国内金融市场。只要国内外发生重大或者是金融的相关事件，地区资本也是金融市场失去秩序，国安基金委员会就会决议敢是要进场护盘。为这几年护盘的历史来看，第6届是因为人民币甲亚洲货币大家赶紧要卖危机，护盘232天。2020年因为新冠肺炎甲国际油价大落，护盘超过200天。2022年因为经济衰退的疑虑，护盘275天。去年4月初9因为台币关税，持续护盘到达，拢总279天，创下历史上上长护盘的纪录。应该是可以测出了吧，尤其是现在最近的成交量呢，平均都在6000以上了啊，资金也回流了，人气也回流了，所以现在再继续护盘的话，似乎有点怪怪的。专家认为讲，无论国安基金敢是要继续护盘，或者是退场，对股市的影响拢无大。针对国安基金决议的内容，委员会伫行政院开会，最后由财政部对外公布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中央政府总预算的到今是还阁无一个进度 ，T-Pass 月票也咧要吊顶，无钱通阁开啊！所以北北基桃呢，这交通首长是赶紧出面来讨论对策。即卖是传出讲，这国民党团呢是按算要先甲 T-Pass 甲抽出来审审，也毋过总统赖清德是认为讲，这是做代志有头无尾。即马真侪上班人大部分拢用 T-Pass， 按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卡条咧，大家拢关心 T-Pass 通勤月票，恐惊无法度搁继续影响大家前途啊！据北北桃4市交通首长12早起伫台北市常德大楼讨论影响对策。我想行政院还是必须要坐下来，好好跟立法院沟通。台北市政府，我们就是针对民众，包括 T-Pass 相关的权益以及服务，努力让它持续不中断。我也乐见，特别在党提出的有关民生议题先行的方式，我相信这不但让我们民众所关心的权利不会受损以外，我相信对朝野之间的和谐有一定的协助。对进前传出国民党立院党团拍算将 T-Pass 相关预算先抽出付费处理，总统赖清德表示，那敢若予少数的行政预算通过，这次做好代无做到底。行政院长做成台积期，将预算破碎性提出来，经来经去绝对不是正常国家国会审查预算应该有的态度。今天不是人民会痛的预算需要先执行，很多预算县市政府非常多的首长也很头痛。
不只是 TPASS 的预算要赶快审，而是全部的预算都必须进到立法院去讨论。预算的审查本来就是没有争议的，先审查先通过哦，立法院根本不用管赖总统说什么啊。不要让赖总统用有争议的预算来绑架没有争议的民生预算。台北市交通局长贾明宏进前表示，其800套 TPASS 整体一年需要经费差不多60亿，其中超过一半靠中央来补助。以台北市为例，年度支出差不多30亿，市府家己走总金额差不多13到14亿，其他差不多15亿以上爱中央来补助。台北市相关预算已经上市议会这个会期审批，那中央补助无法度动支 TPASS 长时间的维持到5-6月，希望立法院放行中央款项，将确保全年运作拢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这个时代，这囝呢已经愈生愈少，所以政府到底要安怎做，才通减轻人的经济负担？这是引起真大的讨论。那边也立委是提出台湾未来户头这个草案，是由政府呢甲老爸老母斗阵为因的囡仔来欠未来资金。伫个囡仔满18岁时阵，上济是有通领超过50万的。也毋过，民政党立委甲卫福部是积极讲，这项政策呢，恐惊会增加财政的负担，卖扩大这好野善的政策。囡仔愈生愈少，经济负担是一大原因。为着要解决问题，在野党提出替囡仔设立台湾未来户头的概念。那被立委也伫立法院提案，规划伫囡仔出世了后，政府会当先伫咧口座内底欠5万，了后逐当搁欠1万块，用长期性的投资，预估伫咧18岁时会当领33万。若是过程中家长也有相对半钱入去，口座金额会当超过50万。这部台湾未来账户就是用制度化去资产的支持，减轻育儿的负担。从孩子的出生那一刻开始，我们一起就来投资国家未来的竞争力。8日立法院社权委员会咧讨论这个草案，有民进党立委质疑讲，若是照拿爸立委所讲的，爸母也会当家己提拔愈多，囡仔成年的第一桶金值得愈悬，才会变相讲造成好野善者愈差愈大。是不是会是又是打造一个社会不公的一个温床？你要知道，有钱的人你请他储蓄哈，这个是一个好事哈；没有钱的人，你让他去储蓄哈。这是一个罪恶。卫福部也指出，政府的资源有限，福利政策爱做的应该是把预算留给弱势家庭的囡仔。你的爸妈因为在台积电，或者说在这个高所得，还有国家还要给你这个开户金，我是觉得恐怕会有复制目前现有的贫富差距。咱不是干有台积电，还有这个高科技，咱嘛有真侪迄个工苦人。这正是咱正爱给他照顾的。卫福部补充，政府对2017年开始已经有针对弱势家庭的囡仔推动理小未来教育发展户头，每一户弱势囡仔伫18岁时会当欠54万。政策推动8档已经帮助4万名的囡仔。卫福部希望甲预算留予需要帮助的囡仔。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用生日的数字来做这笔码，其实呢是真好记，毋过嘛真好用。资源署是指出讲有一寡较简单的连号，也是讲照这电脑拍字盘甲拍落来这笔码呢，其实是无够安全的。所以提醒民众，这一组笔码呢，千万毋通安尼四格用，着爱小看换咧，爱有够长、有够复杂，而且呢配合两步的这个验证，才通保障小孩的安全。用生日做笔码，上好记煞可能互你的口座一时间乌有去。海客只要透过自动化的工具，就会当轻松突破。资源署提醒，常常看到的无安全的笔码，亲像智能345或者是照起盘拍过去的 QWERTY， 对海客来讲，就亲像大门无锁。他可能会在其他的网站呢，先去买到您这个已经外泄的账密，甚至直接用钓鱼取得您的账密。好，那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一把旧的钥匙。因为如果你刚好是呢一码多用的情形，你这个门就会被打开了。根据统计，2024年治安威胁的类型当中，有超过37%属于入侵攻击、甲刺咧入侵，也就是骇客透过暴力破解等攻击手法，一直试无共的组合，找出正确的密码。所以治安署也呼吁密码唔能爱够长、够复杂，也唔通用一组密码来探索外口座。这个身份识别有时候跟你的风险也有相关性了那我刚刚特别强调，其实长度是比较重要。因为那个长度会影响它暴力破解的时候出来的
次数。主管署强调，密码唔通干那一组用套套，除了会使交互密码管理工具来产生，也通用4个到7个无关系字来组合，搁再配合2阶段的验证。上好是逐个月看敢有无正常的登记，互你的口罩搁较安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有诈骗集团呢，是假做是医师放送广告骗患者来加奶，结果呢叫伊来买一寡来路不明的药啊。有糖尿病的患者呢，互人拐20万去，而且这病情恶化，搁去住院。呼吁民众若准对这医师的身份，也是讲医疗院所是有疑虑的，安尼会当去查这卫福部的系统，千万唔通搁互拐去啊。诈骗的手法一直变化，刑事局发现最近有诈骗集团假冒无同科别的名医，做真侪广告，诱骗病人加入来咨询，用设计好的专业话术来引导进行诈骗，开真侪钱买来路不明的特效药，结果是开钱过伤身体。被害人跟他对话的时候，就会有说我是杨医师的助理，因为杨医师病人很多，所以偶尔才会回复，由我来关心你病情。住院治疗之后，才发现他们是遇到假医师。刑事局指出，一个老人因为得到糖尿病，和社群平台顶面假冒这中期病医名医杨宪宏的假广告吸引，点入去了后加入中医养生的赖户头进行假的网络问诊，前后总共开20万买伊推荐的假特效药，结果病情反倒更恶化，也断医治疗。有人告诉我看到那个广告嘛，我就进去看，顺便截图，我就赶快去警察局备案，怕说很多民众不知道，以为真的是我在卖药，然后就买了吃到伤到身体。由最近有 AI 虚假医生陈志明伫网络频道讲这糖尿病这不实的信息，可能会乱引导患者，互冒名诈骗的中期病医、中医的名医杨宪宏，也是中期大学中医学系主任强调，这一定要阻止，已经向警方来报案，而且民众要注意，唔通互骗去咯。现在使用网络的时候，都要有一些警觉性啊，金流不要随便汇钱给别人，资料也不要随便给别人，透过这种双重的那个验证，比较不会受到诈骗或损失。治安专家提醒民众，莫互网络的假广告骗去，以免开钱搁伤身体。也若警方是呼吁讲，医疗行为应该伫实体医疗院所来进行。若是对这个医师的身份也是医疗机构有怀疑，会使去卫福部医师查询系统来确认。记者综合报道。伫高雄左营区这富邦喇叭底的工地呢，昨下晡熊有一块铁棒砖喷出来到这乌多摆的停车区，上无是影响到3台乌多摆。目前这市政府已经请土木技术工会呢派人去甲勘查，照这违反建筑法罚工地9万块，同时也要求全面停工。我见人行道的乌多摆停车格，乌多摆是倒骨力台，这个车顶头阁有嵌铁棒。有民众发现，这个铁棒是为对面长咧施工的大楼飞落来的。有人亲目睭看到家己的车互牵海去，阁有人险险啊互牵到。他应该没有防护好啦，那个防护的那个网应该没有弄好。应该先调查一下，先看看怎么样，再继续施工吧，好安全吧？对啊，高雄市民的安全最重要吧。代志发生伫10日下晡，代志发生无偌久，伫安全部的工作人员登去现场搬铁棒，第一时间市府请土木技术工会派人勘查，初步认定违反建筑法，罚9万块，而且勒令全面停工。那因确实违反建筑法第63条，本局即刻勒令停工，并裁罚新台币9万元整。12透早登去事故现场，阁有互牵海去的车停伫停车格，市府嘛阁劳动检查一摆。工地负责人承认落去的铁棒是工地内底物件，已经积极甲车主联络，佮讲会甲所有的赔偿责任打起来。不过高雄最近起诉案件是有够多，市府统计2024、2025年高雄建商新起的案件，甲实际开始动工的数量分别是153，还有168件。这些案件拢有赶工的压力，市府嘛爱甲施工安全。也有相关的保护各护案，避免造成人员伤亡。公司新闻王周婷、陈兴坤高雄报道。顶礼拜这空军开关新北基呢是使 F-16V 的战机，不过煞伫花莲外海失联去，目前是还阁找无到人。国防部长郭立雄是表示讲，因为发现这机顶乌鸭板呢是有一寡信号，但海上较好挂，就会进一步去瞄伊正确的地点。空军第5联队会馆新北区使 F-16V 战机，7日暗时伫花莲外海失联。这次归回包含空军6架军机、海军2架舰艇、海巡7架舰艇等兵力，继续陆海空搜救无放弃任何希望。国防部长郭立雄证实有断断续续发现一寡乌鸭板信号。
那个黑盒子的定位。那现在是有一些断断续续的一个讯号出来，这个海象这个好的时候出港，然后再做一个确定的这个黑盒子的定位。高立雄强调，因为海上问题，负责定位的专业专家无法度出港，有任何进展会阁说明。不过，国军对外卖步青弹药的介绍也在伫反映引起关注。南非马文军捌这期，国防部过去组织5.56公里步青弹，每粒介绍差不多6块，也阁捌外销美国，今嘛对外卖介绍说是贵3倍。从93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每年有4000多万发，你用的都是钢芯弹，可是我们却从来没有采购过，我们也从来没有做过，所以它这个训量就一直增加嘛。那这2个都是由美方来提供发射药底火跟包装材等原料，而且还有提供运输等等。205厂它所负责的是只有弹头、筒壳跟组装的部分。高立雄强调，因应国军这几年实战化训练，恢复1年已无效，后备9条延长，每年弹药消耗量为民国110年2340万粒，增加到去年5881万粒。这5年弹药消耗量是过去2.5倍。军备局长林文雄表示，700咱买 M855更新称制，目前国军自制成本是16.18块，伫外口买标价是15.53块。记者综合报道。看到这中国是对属对台湾安尼统战，和真侪民进党立委呢是来提出反渗透法的修正草案。陆委会副主委刘文杰伊是表示讲，修订反渗透法呢的确是有必要，因为目前这条法律呢有这规范要件特点，也有犯罪类型无够2项问题，而且相关的修法已经对袂着中国的动作啊。其实所谓的匪谍无孔不入，比我们小时候要严重更多。陆委会副主委刘文杰讲到，中国统战渗透是比英国更加严重。对几个民进党立委提出反渗透法修正草案，伊讲修法确实爱赶紧，嘛有必要性。尤其反渗透法的规范要件，犯罪类型不足，使用根本袂符齐。中共的手法，它永远是比我们快。我们今天不管定了什么样的规定，它都可以从我们的规定之中找到漏洞。罪行的列举是有限的。但是中共可以叫这个他在地协力者或他的渗透的对象所去做的事情是无限的。反渗透法实施2年以来，检察机关累计起诉127个人，判有罪敢若5个人，平均刑度敢若3个月至6个月。民进党立委王定宇等人认为讲，相关的案件防判真轻，是因为反渗透法内底并无上架法定刑度的规定，所以提案明定上少1年的刑度。嘛有立委提出以参选人纳入规范，政策国安全等。不过有国民党立委质疑讲，那修法可能让大家愈暗看。为什么在平常没有选举期间这个侦查的人大概都不到50个人那只是在选举期间侦查的人数居然高达400多个人，至少就有2条是跟选举有关我们在选举查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会加强力道是尽量杜绝这个境外介权的可能性。实体法里面我们不管怎么规定。你最后都是变成是法官在判决的时候，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认定方式去处理，所以我觉得可能陈冠廷委员的那个提案，我们可以仔细考虑。另外一方面，中国国台办第2届内政部长刘世峰、教育部长陈永尧来做台独顽固分子，嘛甲高检署检察官陈淑仪来入去台独的拍手。刘文杰指出，中国以国家的力量制裁或者是追诉特定的人士，目前看无具体的效果。不过嘛讲，这会让当事人有心理上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国安局有发布2025年中国对台湾领地作战的这个报告，大概是讲这中共呢会利用一寡社会事乌白编，而且用 AI 来做假影片，一档有超过200万条。提醒民众，在这 AI 的时代呢，咱应该要加强咱媒体识图的能力。台湾的时间不多了啦，现在中国大陆越来越强大，美国已经无法遏制中国了。去年9月，网络流传一段 AI 深假造影片，变做总统赖清德甲副总统萧美琴对话。当时国安单位就警示受中共的网络军队甲社群协助者制作来散布。今日国安局分析2025年中共对台领地作战手法，分析中共用 AI 生成的影音，盗用民众户头这5大方式操作领地作战，其中也经由多元管道导航争议的信息，包含假冒国际媒体、LDFB、Face 也个 X 这社群平台设立
马将产业解雇户头发文，互国安团队查到超过231万4,000则个争议信息，也有45000组无正常户头，比2024年增加17000组。如果它是很偏激，然后没有什么内容，没有什么事实的根据的话，那我就直接划掉。因为我可能没有很关心政治，所以他不会推到我这里来。太偏激的感觉会挑起一些社会上的分裂。对网络的极端言论，民众大部分表示袂去参与。也毋过国安局讲，中共整合党政军甲民间企业的资源甲技术，全面渗透咱国的舆论，并且锁定疑美论、疑军论者，要来个插起来，想要达到激化咱国对立、削弱民众的抗敌意志，影响有名万代意外，也有争取认同中共立场这目标，是拢要真小心。值得担心的是说，就是它是透过科技公司的这些 AI 公司或社群媒体行销公司，还有舆情分析公司这些来做，所以变从民众你要去防范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相对以往来讲需要更多的功夫。专家提醒，在 AI 时代之下，对着中共认知战，民众应该继续来加强媒体的识读的能力，对报道也是网络言论进行事实的查核，也建议政府以更加紧的速度回应反击，来稳固社会恢复适应的能力甲抵抗力。记者综合报道。这天气真寒，伫台东加海拔的梅花呢，即马嘛开花啊。也毋过即届的花期呢是受到旧年风台的影响，所以有较晏挂。台东的农改场是有告讲，这可能梅仔呢是会减产3成左右。台东县有500多公顷的梅仔树，海拔600公尺左右的台东县乱山山区上侪。即马梅花开叶，未少山坡已经开始出现雪白经常，也毋过花期才拄啊开始，游客无侪。农民讲今年花期搁比往年较晚，因为去年发生几啊摆风台，大部分的梅仔树的树期好吹长，果树爱重新生长。若要看到梅花大开，就爱搁等一下。台东这边梅花特别多啊！咱家应该要过头1礼拜到10天看大开吧。梅花哪能开花？连集团小连续报道，我北地的台东县离家国小梅园梅花也开啊，也毋过比往年较晚开花。台东农改就表示，今年台东地区的梅树，伫去年风台受损了后，今年开花期可能拢会变短，农历年前会提早结束。台风的影响也会造成说它的花芽分化不良，所以变成说它的花期会比较短。台东农改场预告，受到梅树受损影响，今年台东地区的毋仔结果率可能会减产3成左右。也毋过去年风灾，台东县农产品已经列入全品项灾害救助，会当补贴种梅树农民的损失。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这云林县四湖甲东势相接的这个新厝桥边呢，最近是有人发现遐有真侪废弃的塑胶，民众烦恼讲这水呢若准插落，安尼塑胶有可能就会污染到环境。环保局是表示讲现场无找到这行为人，目前已经请相关单位赶紧来处理，也会评估装这监视器，避免互人乌白乱倒。5岁10色的塑胶废弃物，放一只倒伫大排水沟边啊，有的已经河水冲走云林四湖甲当时放交接的新厝桥边。最近，互民众发现放倒未少塑胶废料，有民众烦恼河水冲走，恐惊影响水尾水源。那伊写南遐，嘿，即毋知咧从遐摕来写，咧互别人摕来。嘿，毋是咱家像较无歹济咧，迄是水后日啊袂白啦，袂漏啊。当地民众就讲，这个大牌过去，就把放乱倒下卡了。管理单位也伫边仔设置警告卡牌，希望防止业者乱倒。对此，云林县环保局表示，接到民众通报了后，去现场稽查，无发现行为人，加上附近产业道路无监视器，目前会函车管理单位清除。115年1月8日至现场查，稽查时，该指请到这个废弃物废塑胶，初步估计量体约为50立方公尺以上，现场未查获行为人。另巡查附近亦未装设监视器，将函请土地管理单位尽速清除并加强管理。环保局表示，这摆荒岛废弃塑胶料的范围大约52立方公尺，因为这个所在适合位拢无装监视器，已经要求相关单位评估架设，呼吁不法业者若乱倒塑胶废弃物，行为人方抓到会以废惩罚，处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扣1500万以下罚金。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伫我近台北大安森林公园迄带呢，有一个林家厝内底竟然有狗精，警方呢当场是发现有7个来跋筊的人，而且也甲这负责人等2个人甲带回去。目前这2个人呢是有成立，所以会照这跋筊罪甲伊移送侦办。
来，警察不要动！大庭警员冲到去路骹堵塞，真侪人围做一道，当咧耍着就破口。你场主嘛，对不对？名额关嘛，对不对？争着博缴钱96000元，并且甲各种的博缴工具收起。更较关键的是，警方查到抽头的科技啊，还有名额12万外，缴卡的科技啊，认定涉嫌非法组织博缴。车子从那边骑嘛，我一看到这边好多其他车。这间地下交警用人家厝来掩护，开伫台北市大安区瑞安街的巷仔内，挖进大安森林公园。对外口看起来是真正常，不过辖区的警员接到检举，现场出入复杂，展开调查，正将甲交警的业者等等的人带回来。因承认伫去年底租人家厝偷窃交警来趁钱。当场查获场主及荷官各1名，赌客7名聚众赌博，现场查扣赌资及相关赌具1批。警方依法将涉案人员依刑法赌博罪移送法办，其余赌客依涉违法裁处。涉案的业者甲总管虽然2个人拢承认罪行，有关乎按照博缴罪移送，而在场的7位缴卡是按照协议法裁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世界潮流街来看，这中国哈尔滨的冰雕节呢，今年是用超过40万立方公尺的这冰石来打造，这是创下历史的纪录。官方是统计，这去年的冰雕节是请超过9000万人来拜访，这是带动当地的经济，创造1370亿人民币的经济价值。全球4大冰雪节之一的哈尔滨冰雕节，初5暗时亮丽开展，数十扇大型冰雕配上灯光表演，画出行一动的世界。在零下20度低温，民众包括亲像肉粽，足侪人来参观。第一次来这里玩的，我觉得这里的冰雕都非常的漂亮，我觉得很棒，做得很棒。头一届来的目睭白甲金唔金，回头客也是学了精彩，因为冰雪世界呈现一直升级。今年用40万方的冰，规模破纪录。冰雕唔但会当看，阁会当耍。冰雪出溜龙，互游客尻川淡糊糊，阁继续耍。而且唔但地上冰景好看，天顶嘛有精彩的。我一开始来，我是不知道它这里有烟花的。我是走下，我突然间听到后面就是有响声，我一往后看，哇，好美啊！还更久，而且更灿烂，而且有那个七彩祥云的是第一次看，还有那个无人机表演，这也是我是第一次看那无人机表演，我是很震撼的。虽讲游客来就是要耍雪，不过伫冰雪世界徛久啊，也是感觉伤感啊。今天呢是玩的也确实很开心，不过真的有点太冷了。现在这个冰雪大世界让我最感慨的就是说，它这个厕所特别暖和，然后你玩累了、玩冷了，然后里面还有地方可以休息。哈尔滨冰雕节为期1月日，主办单位讲，暗时的灯光表演加冰雪出溜龙等活动，会看天气状况维持到1月中。公司新闻林义珠编译。这老大人嘛会当来使用新科技，伫美国呢是有安养院，伊是来引入这 VR， 互老大人会当来回想因的过去，同时嘛去到全世界来冒险。毋但是生活变较丰富，这身体退化速度嘛放慢啊。这个时代，我目镜四界看，笑甲真欢喜。这是美国加州一间安养院，真侪年老的住户当咧看 VR 影片。一间 VR 公司的创办人发现，家己住伫安养院的阿嬷因为生活无聊，交袂着朋友，虽然大影响着心理健康，和认知功能愈紧退化，所以想要透过 VR 的方式，和长辈亲像是去到世界各地游览，生活搁较精彩。They're allowed to go on hot air balloon rides, take a walking tour of Paris. They get to go back to their childhood home. They do these experiences that are real and are exciting and joyful. And because they do them toge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it actually helps build friendships in later stages of adulthood. 已经有研究指出，和侪伙人欣赏 VR 影片会当强化认知功能，佮会当改善因甲厝邻的人以及其他住户的关系。所以美国卫生研究院开450万美金来赞助 VR 伫老人心理健康的应用。And I think it really sort of unlocks an area of their brain that allows them to communicate, a little bit more smoothly and a little bit more of a back and forth, because they're in the moment and you're sharing, that experience. So it's been great. 这位老先生少年的时真爱大自然，捌伫国家公园露营。即马虽然因为失智症无法度讲话，不过透过 VR 可以倒转去耍一届，也是会微微啊笑。Well, he seemed to be really enjoying it.
he can't speak, so it's difficult for him to tell me what he's really thinking, but he seemed to be quite engaged with it. And I know it's always interesting to visit places where you've been. 将 VR 应用伫社会人的身上，唔但互因感觉趣味，嘛大大提升因的生活品质。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咱甲时间交互 AI 手机气象主播唐啊。今仔日，大陆冷气团减弱，北部甲东北部气温回升，各地早暗悠原是偏冷，西半部是日夜温差大。台湾各地还阁有平乌，金门、马祖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好，真感谢唐啊报气象，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